因應早前倪匡逝世，主場館多個攤位都主力着墨展出佢生前嘅作品。今屆係第32屆香港書展，繼續由貿發局主辦，喺7月20號星期三開鑼。喺書展開幕之前，有部分曾經出版反修例同政治理論相關書籍嘅出版商被貿發局拒絕參展，而活動開始之後，部分城邦派嘅出版商亦冇再展出同政治直接有關嘅書籍。今屆書展佔用嘅展館包括科温嘅主場館、香港運動消閒博覽、零食世界3部分組成。當中，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更加設有日本館展區。日本國內多個都道府縣都有派員嚟香港參展。蜂巢電視記者 Liam 胡力維文喺灣仔會展報導。